其實呢，看到內地的發展越來越快，有些時候我都會在想，到底香港的步伐是不是慢慢掉隊呢？曾經有無線御用潑婦之稱嘅郭少雲，近日發表嘅香港掉隊論，可謂震驚香港各大平台。現年57歲嘅佢，北上發展4年，做直播帶貨，搖身一變成為內地人氣女星，更加賺到盆滿缽滿，甚至仲直接搬到杭州定居。日前，郭少雲拍片分享自己喺內地生活嘅感受，不禁激讚祖國山河樣樣好，除咗交通便利之外，網購落單仲可以即日送到，總之就好到不得了。佢又話內地發展得越嚟越快，令佢不禁感嘆香港掉隊了。呢番言論觸動網民神經，鋪天蓋地嘅反擊同負評隨即接踵而嚟，網民紛紛鬧爆佢忘本，話佢為咗討好大陸，竟然不惜貶低自己嘅家鄉，又諷刺佢話真係難為你過去50幾年留喺咁落後嘅香港，又揶揄佢係香港18線藝人，話佢因為喺香港撈唔掂先至返大陸，有人甚至更加激動，留言直接叫佢一路走好，以後都唔好再返嚟香港等等。唉，總之就群情洶湧啦。